我相信你。那你愿意帮助我吗？我当然愿意。可是眼下，我也受到了莫大的委屈。皇上现在不肯见我，他也不听我解释，恐怕我是有心无力了。皇上爱你吗？皇上，他对我很好，很好。我们俩之间相处，就像平常的夫妻一样。只要他还爱你，就不怕挽不回他的心。你知道，青楼女子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？是读心。读心？如果能猜出对方的心思，就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。这样会不会太假了？假如怀有别的目的，自然就很假。可如果是为了爱，那就不一样了。男女之间的相处之道就在于情投意合，彼此理解。因误会而产生矛盾，乃至伤害一段美好的感情，倘若能将对方的心思猜透，又能顺着对方的感觉来，那么不就能天长地久了吗？有道理。娘娘，我教你读心术，你帮我找找我姐姐，好不好？要想让生气的男人惦记着你，就必须在他生活的周围处处制造你的影子，让他觉得你是他生活的一部分，缺了你就很不舒服。那样，他就会慢慢的想回到你身边了。熹妃娘娘，拦着本宫的路，该不会是想要告诉本宫，本宫要照宫里的规矩，向娘娘你行礼吧？
行不行礼不重要，本宫是想跟你聊一聊皇上的事儿。不必了。皇上晚上看奏折看到很晚，头忽然痛起来，就喜欢发脾气，你束手无策吧？还有啊，皇上喝茶喜欢喝凉茶，不喜欢喝热的，凉了的茶比较浑浊，也不好入口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吧？还有啊，娘娘该不会是想告诉本宫，娘娘愿意把这一切都交给本宫吧？为什么不愿意呢？本宫爱皇上，本宫希望皇上好。眼下本宫伺候不了皇上，如果能借你的手让皇上开心的话，本宫心里也就好受一些。哼，黄鼠狼给鸡拜年。眼睛向右看，表示怀疑。假如你能坚持，他反而会对自己不自信，选择相信你的话。该说的本宫都说了，你可以不信，也可以不做。不过有一句话本宫要告诉你，不是所有的爱都讲究索取。有些人，有些爱，他只要付出了就很开心了。苏公公在，我们走。这莲儿，本宫信你。皇上，喝点茶。好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回皇上的话，臣妾先将茶泡好，然后在茶里放上冰，冰好了给皇上送过来。这不是莲儿的方法吗？她怎么会了？怎么了，皇上？啊，没事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皇上，又头疼了。你也下去吧。皇上，太医说了，头疼啊，是因为皇上用脑过度。如果使劲按摩头部的话，会给头部带来很多的负担。与其如此啊，不如按摩手部这个穴位，可以缓解疼痛，也不会给头部带来伤害。这是莲儿的方法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臣妾，你去见过他？这不是说过吗？六宫中，任何人都不能跟他有来往。皇上，臣妾知道错了，可是臣妾真的没有想惹皇上生气，是熹妃娘娘。她主动跑过来找臣妾，说要教臣妾一些方法，这样就能照顾好皇上。臣妾真的不知道会惹皇上生气，请皇上恕罪。其实莲儿对朕也算是一片真心，可是那天的事又怎么解释呢？娘娘，不早了，回去吧。这里到处都是我跟皇上的回忆，多美好啊！娘娘，别想了，皇上只是一时过不去，没准过一阵就好了。咱们想点开心的事儿吧。娘娘，您的生辰快到了，不如咱们庆祝一下。一个人过，有什么意思呢？算了，我不休息，你们也要休息啊。我们把灯放了吧。哎。走吧。从别后，忆相逢。
几回魂梦与君同。今宵胜把银缸照，相逢犹恐是梦中。谁？皇上，十九弟，怎么是你？水里凉，来，赶紧上来。参见皇上。感情你是要逃出宫去？是啊，你还挺诚实的。与其背负着欺君之罪被杀头，倒不如老老实实的说话。皇上，臣弟是真的喜欢百合，我可以放弃王爷的身份，但是如果娶不到百合，我一定会伤心欲绝的。这几天，臣弟一直在想，算了吧，不要再想他了，做回从前的我。但是我办不到。我吃饭的时候在想他，睡觉的时候还是在想他，直到今天晚上，我才发现，其实逃避根本就不是办法。只要你的心跳还在，你就无法忘记他。是啊，只要心还在跳，就无法控制不去想他。折磨他，就等于折磨自己。皇上，你能这么想就好了。那臣弟是不是可以走了？君无戏言。你身为皇室宗亲，倘若要娶一个妓女的话，不止让皇室颜面扫地，而且让列祖列宗蒙羞，你知道吗？不过，如果你真喜欢她的话，倒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皇上，请说。放下一切，跟她浪迹天涯。好啊，从此不再过问朝廷任何事情。臣弟愿意，一点儿也不犹豫。比起让臣弟失去百合，其他什么都不重要。你走吧，朕希望你快乐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臣弟也希望你快乐。哟，张爷，春花伺候的还好吧？哎，不错不错。那您吃好喝好啊。百合呢？哟，王爷，您可好久没来了。百合呀，就在屋里是不是？我去找她。哎呦，这猴急的我见多了，这么猴急的我还真没见过。李大人，咱们这次丢脸可丢大了。想对付果亲王，果亲王住您府上去了；想告这郡王娶妓女，一个不留神，他还是照娶。他们不给我痛快，我也不会给他们痛快。咱们走着瞧。我倒要看看，一个皇室宗亲怎么娶一个妓女。哎，李大人，李大人，百合，我告诉你，皇上已经亲口答应我了，只要我放弃王爷的身份，就让我娶你。你要放弃王爷的身份？对呀，从今天开始，天涯海角，随便你去哪里都行，广州、天津、洛阳，你想去哪儿我都跟着你。那以后就不能进宫了？啊？你很想进宫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在想，王爷从小在宫里长大，如果让你离开皇宫，就像离开你的家、离开亲人一样，我怎么能让你为了我做这么大的牺牲呢？百合，你听我说，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，其他都没关系。王爷，王爷。这三更半夜的，他会去哪儿呢？百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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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让他跟过来。我以为他睡着了，没想到会跟过来。不要杀他！既然他已经放弃了当王爷的机会，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。那也不要杀他。回去我会跟他解释的。你对他有感情了？当然没有。我们身负血海深仇，是不应该有感情的。可他是无辜的呀。如果我们杀了他，那跟那些杀我们亲人的人有什么区别呢？你放心，我自己会处理的。哼。白布帘，牌位。王爷，你睡醒了？百合，你可算来了。昨天晚上我们去哪儿了？啊，怎么会进到那么一个奇怪的房子里？里面有那么多的牌位，我还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拳。王爷，你记错了吧？昨天我们很早就睡了，是不是你梦里的情景啊？梦里，不像啊。一定是梦里。昨晚我就睡在你身边，你动也没动过。不对，如果没有人打我的话，我的头怎么会那么疼呢？也许是你睡觉的时候爱乱动，碰到床了吧？是吗？哟，百合妹妹，起这么早啊？昨晚过得如何呀？牡丹姐姐，王爷昨天晚上没睡好，做了个噩梦，以为是真的，现在没事了。哟，王爷做什么噩梦了？也跟我说说，没准啊，我还能帮你解一解呢。别提了，我梦见昨天晚上跟着百合一起去了一个大房子，无缘无故被人打了一拳，然后就晕倒了。呸呸呸！晚上做梦，白天说不得，不然会招来厄运的。我可是哪儿都没去过，怎么会有那么奇怪的事儿呢？你饿了吧？先去吃点早饭。好啊。哎，百合，吃完早饭以后，我们去商量一下成亲的事。先吃饭吧。百合那么爱干净的一个人，屋里怎么会有脚印呢？哎呦，哎，看到没有啊？这王爷还真多情，真的要娶青楼女子。哎，我听说他都自请开出奇籍了。这世上居然有如此多情的男子，还真是少见。那赶明儿额娘也给你找一个。额娘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不嫁，我要陪着你。瞎说什么呢，傻丫头，哪有姑娘不嫁的道理？好啦好啦。额娘不要每次一看到婚礼就跟我说这个嘛，我们去买菜吧。好。一会儿等新娘子一上轿，把这些人全都给我抓起来，我倒要看一看皇上到底怎么处理这件事儿。大人这一招真高明，搞不好连果亲王都有管教不严的罪名。百合，百合。哎呦，是王爷呀！您回吧，这百合啊不嫁你了。不可能，我都跟他说好了。百合上轿了。哎呦，得了吧，您现在都已经不是王爷了，还在这嚣张什么呀？哎呦，我告诉你，这当初百合能和你好，这也就是看你有个王爷的名分。你说你啊，你现在一介草民，手也不能提，肩又不能扛的，你拿什么养活我们百合呀？不可能，她绝对不是这样的女人。让她亲自来告诉我。百合，哎，百合，哎，我看你这个人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，百合，自己跟他说去。王爷，你回去吧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还不简单？我在这儿有吃有喝有享受，干嘛跟着你去吃苦啊？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？这还用问吗？我喜欢的是你的钱，你的身份。至于你，鬼才会喜欢。大人。
怎么办？这花轿都已经抬过来了，也算是人赃俱获。至于嫁不嫁，这也不是咱的事儿。走。百合，哪儿呢？有什么苦衷你说出来啊！百合，好的。春风楼，百合姑娘。王爷，皇上不让王爷娶青楼女子，你却偏要娶是吧？好啊，跟我到宗人府走一趟吧。我只想找一个喜欢的人和他成亲，这也有错吗？下官管不了那么多，有话到宗人府去说。带走。等等，蓉儿，小姑娘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谁说王爷要娶的是青楼女子？他要娶的人是我。哦，蓉儿，要娶宗人府也可以，我人在齐，也是贵族出身。如果宗人府的人说王爷娶我，那就是有罪的话，那我们一起坐牢。王爷，这位小姑娘说你要娶她，你承认吗？王爷，你也赶紧表个态啊！一会儿吉时就要误了，我们还要拜堂呢。当然，她就是我要娶的女人。夫人，请上轿。奏乐。蓉儿，蓉儿，蓉儿，蓉儿。停！姑娘，出来吧。你没事吧？多谢姑娘帮忙，感激不尽。喂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呢。蓉儿，娘，蓉儿，哎呀，蓉儿，哎呀，你说你一个姑娘家的，怎么能随随便便上人家花轿呢？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娘，没事儿，举手之劳而已。我们去买菜吧。这孩子，哎呦，莲儿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不行，这太直接了。莲儿，朕许久不来，你想念朕吗？这也不行，这么说的话，表示朕太想念她了。该怎么说呢？哎呀，该怎么说呢？皇上，臣妾参见皇上。来，平身。你来的正好。你跟莲儿都是好姐妹，你快跟朕说说，她喜欢什么？皇上，怎么忽然这么关心莲儿啊？你们都是朕的妻子，朕的家人。之前莲儿她私自出宫，朕很生气。不过现在想来也没什么大事，毕竟是为了救命嘛。朕跟莲儿再怎么说，也是患难夫妻，总不能不阴不阳的。朕心里怪难受的。皇上，原来皇上还是这么重视莲儿。朕也重视你啊！啊，这样，我们一家人好好的，别再闹什么矛盾了，好不好？你说呢？是。那你快说，莲儿喜欢什么？臣李卫参见皇上。好，平身。谢皇上。皇上，那臣妾就先跪安了。好。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朕正想问问你，过2天是熹妃娘娘的生辰，你说朕该送她些什么好？这……臣妾参见熹妃娘娘。千贵人，快起来吧，你怎么有空过来？哎呀，娘娘，咱们2个现在啊，可真是同病相怜呀。你说，以前争也好，斗也好，都以为自己挺聪明的，其实呢，咱们俩哪是那最聪明的呀？瞧瞧现在，
你坐你的冷板凳，我坐我的空屋子，咱们都是一样的。千贵人过来就是跟本宫说这些的吗？当然不是。娘娘啊，这些日子臣妾也算想明白了，也看透了。男人嘛，不就那么回事吗？皇上不来倒好，我心里啊反而觉得很清静。可是臣妾替娘娘不值啊！你说，娘娘跟皇上以前那是多么恩爱的一对儿啊，让臣妾都羡慕死了。可如今呢？好端端的，这一切都被自己身边那个最亲近的人给夺走了。哎呀，这口气哪能咽得下去啊？娘娘，不如我们一起联手。皇上喜欢谁，爱跟谁在一起，那是皇上的事儿。我们身为后宫的嫔妃，应该以皇上为天，顺着皇上的意思。其他的事情，本宫不感兴趣，本宫也不想去想。熹妃娘娘就是熹妃娘娘啊，多么贤惠呀！哎呀，这要是后宫啊，都像您这样，这天下就太平了。如果你想，你也可以。斗来斗去，不过是伤人伤己而已。说得倒轻巧，可是凭什么你们可以获得皇上的宠爱，却要我承受寂寞的痛苦？我就是要你们斗，你们斗死了才好，不然我这口气往哪儿出啊？熹妃娘娘，放着去吧。是。哟，怎么这么多礼物啊？这一件件的，让人看了心里真欢喜。那匹布是玉树送的，这些小玩意儿是后宫的其他娘娘送的，她们实在是太客气了，不过是个生日而已。娘娘过生日啊！哎呦，那臣妾也得赶快去准备一份礼物才行啊！哎呀，这块布真是漂亮！哎呀，要是臣妾也有这样一块布，那该有多好啊！你要是喜欢，你就拿去吧，本宫留着也没什么用。啊，这合适吗？娘娘过生日，我还没送礼物呢，还要从您这儿拿东西，这真是……没关系的，只要你喜欢就好。本宫希望你开心。熹妃娘娘真好，那臣妾就谢谢娘娘了。娘娘，你看那边的花开得好美啊！娘娘，要不要奴婢摘朵花戴在娘娘头上？摘了它，很快就死了，还是让它在这开着吧。娘娘不用为花可惜，就算我们不摘，这花也会死的。再说了，这花也没有百日红的。是啊，花无百日红。别说是百日了，就算是几日，也不一定熬得住啊。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哟，这不是千贵人吗？是谁把我们千贵人惹怒了，气成这个样子？玉贵人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刚才去看熹妃娘娘，我在她门口看见一块很好看的布，哎呀，我还高兴呢，以为自己捡到便宜，结果，你看，好好的一块布被剪成这样，哎呀，多可惜呀！这块布是本宫送给她的。啊？那可见他有多恨你了。怎么了，玉贵人？走，我扶你坐下。来，这是
怎么了？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，老是干呕。你不会是有了吧？真的。看这样子，10有8九是有了。好在现在皇上宠你，孩子自然是没事。不过要是哪天熹妃娘娘得宠了，哎，那你的日子可就惨了。皇上正张罗着给她过生日呢，看来这股风很快就吹到储秀宫了。那你怎么办呀？本宫本来是想要跟她求和的，现在看来这个样子，就各过各的吧，别来往了。各过各的，玉树怎么可能啊？我告诉你，他肯定会拿你的孩子开刀的。你想啊，她怀孕了，你也怀孕了。虽说皇上的皇子已经有好几个了，但是嫡出的只有你们2个，到时候竞争起来，就不知道鹿死谁手了。那本宫该怎么办呢？要我说呀，打蛇就得打7寸。上次皇上不是为了果亲王的事不理他了吗？我跟你说实话，他跟果亲王之间的纠葛还不止那么多。还有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亲眼看到他们在牢里私会，我甚至怀疑他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皇上的。这话你可不能乱说。我没有乱说，宗人府的狱卒他们可以作证的。狱卒。爹，求求你了，不要抓我女儿！求求你了，不抓你女儿也行。你把欠我们的债给我拿出来！我没钱呢。没钱？在宗人府里做狱卒怎么会没钱？那行，把你女儿给卖了，带走。求你了，走！慢着。你是什么人？够吗？够！走！哎，走！哎呀，谢谢恩人呐，谢谢恩人，谢谢爹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想救你女儿吗？行，求大人救救我女儿吧。那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只要大人肯救我女儿，我做什么都行啊。哎，里边请，哎，楼上请啊，小心脚下。哎，客官，坐。皇上，请。这是京城里数1数2的大酒楼，咱们给熹妃娘娘买的东西也差不多了。倘若不急的话，咱们听听小曲儿，晌午过后再回宫。皇上觉得如何？好，难得忙里偷闲，听你的。不过，你要叫朕皇公子。是，皇公子。这唱的什么东西？这皇公子息怒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唱这个。来人呐！哎，爷，把小燕秋给我叫上来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别唱了，快点，爷叫你呢。哎，请。
你唱的是什么曲儿？谁教你的？回大爷的话，这是从宫里一个狱卒那里传来的故事，我师父现编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狱卒。你招不招？我招。那天熹妃娘娘给了我1锭银子，让我放娘娘进去见果亲王，我就放娘娘进去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等我回去的时候，发现他们衣衫不整。至于他们做了什么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说的可都是事实。你要知道，污蔑娘娘是要诛九族的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知道我今天没法再活着出去了，请大人一定要代告皇上，就说我已经把实话说出来了。现在我以死谢罪，请皇上网开一面，放过我的家人吧。奴才在此谢过。回皇上，他断气儿了。看来此事并不是空穴来风。皇上，那熹妃娘娘的生辰，咱们还办吗？你去把酒楼包下来，让她自己去听一听这个故事。朕倒要看看，她有什么反应。是，皇上。牡丹姐姐，昨儿我伺候了一个官兵，他说李卫李大人叫了近100人，全部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，守候在孔雀楼门口。哎呀，不知道是什么大人物要来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还觉得奇怪呢。以前孔雀楼门口原本都是富商云集的地方，可最近什么卖蒸糕的、卖糖人的全涌过去了。哎，你们大家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我问过那个李卫了，可他死活不肯说。我猜，可能是皇上要来了。怎么可能？皇上在紫禁城待得好好的，没事儿来这种地方干什么呀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们想，李卫是什么人？一品大员，能支持得动他的，也只有皇上。管他呢，不管什么大人物来了，都耽误不了咱们的生意。天快黑了，姐妹们，快去准备吧。是啊，走吧，到了。百合，你有心事啊？啊，没有。娘娘，请。好漂亮啊！皇上呢？皇上只吩咐下官把娘娘带到这儿，其余的下官就一概不知了。下官先行告退了。从别后，忆相逢，几回魂梦与君同。今宵胜把银缸照，相逢犹恐是梦中。参见皇上。来，灵儿，今天是你的生辰，朕希望你永远的快乐。臣妾很快乐。来，坐下一起听听曲儿。
看身影不像是小烟球，这李卫怎么办事？对。来这边。狗皇帝肯定在附近，四处搜。是。灵儿，现在你自己照顾好自己，朕跟他们拼了，你等我。皇上，臣妾的心在皇上身上，如果皇上活不了了，臣妾也不活了。喂！